希望说疫情早日出的这个世界好起来。我的口罩，我那祖宗往那啥个洗洗手啊，我的口罩啊，那放成什么口罩戴起来，还是保佑我的口罩。希望说疫情早日好转。现在释放了，老师，宗族、3代宗族、4代王公，要保佑老师们中后代子子孙孙健健康康，来空手出门莫保重，回家高高亲亲、节节平平安安、大吉大利。释放了，放什么是水果啊？水果是什么？消毒液在这里，消毒啊，口罩戴起来，口罩戴起来。希望这个疫情早日好起来，好转。吃水果，放吃水果。都是这个家出来的就是像花蜡烛一样起去了那个，到14年了，送往1回7八，要保佑子子孙孙。百病消除，不灾无难，亲亲节节，大吉大利。释放了。酒茶的在这就是能皮个菜能皮个，就说是当口比哦，是不是？这一个放吃嘛又消毒，这点消毒液个，祖宗3代啥的消毒液。这个口罩在这里了，今天是信往下午些，明天早上又信。祝大家全世界的这些人民给他亲亲节节平平安安，早日脱离这个疫情，大家多多保重祝大家每个身体健康。